Hello，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华语礼拜。不知道这个礼拜大家过得还好吗？我们大家都关在自己的家里头，所以没有办法出门，而我们也只能够通过线上礼拜的方式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在礼拜要开始之前，牧师还是几件事情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还是继续把有需要参与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你把连结，我们同工可以把连结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一起跟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是看 YouTube 频道的，也麻烦大家你可以按赞、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啊。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有直播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通知。也欢迎大家在我们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的粉丝专页上面按赞。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能够分享给更多还没有办法找到我们华语礼拜或者台语礼拜连结的弟兄姐妹。所以大概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一起预备心，也预备好，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第2场的华语礼拜。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这礼拜大家过得还好吗？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的，虽然没有办法在礼拜堂当中，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网络的方式，我们在线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一起通过一首诗歌《耶和华坐着为王》，来去诉说着，在各样的困难、在各样患难当中，上帝都永远是那一个掌管我们的上帝。上帝永远带给我们新的盼望，所以我们一起通过这首歌来敬拜神。耶和华坐着辉煌，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辉煌，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辉煌，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坐着辉煌，直到
坐着为王，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有红月。耶和华坐着为王，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有红月。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唯有你，你的名被尊崇。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你的荣耀充满在天地之上。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有红月。耶和华坐着为王，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有红月。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唯有你，你的名被尊崇。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你的荣耀充满在天地之上。耶和华必赐力量，耶和华必赐平安。我从深处求告你，你聆听。耶和华必赐力量，耶和华必赐平安。因你丰盛的救恩，我仰望你。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唯有你，你的名被尊重。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你的荣耀充满在天地之上。耶和华坐着为王，
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说这辉煌，直到永远。耶和华说这辉煌，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说这辉煌，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永远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你永远掌权，即便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即便在狂风巨浪的时候，你仍旧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命、掌管一切万有的主宰。主，我们何等的软弱，因着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失去信心；面对狂风巨浪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恐惧。特别在疫情影响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有很多的担心。主，但你仍旧是那一位掌管一切的主宰。你不断的教导，让我们学习来依靠你。你不断的对我们诉说，好叫我们真的知道如何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跟随你的带领。求你与我们同行，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每一天都得着从你而来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你。愿你对我们说话，也通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不管在任何的地方，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房间，在各个不一样的地方，你的圣灵都自己吹进我们的心，感动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献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节。如果你手中有圣经，我要邀请你翻开圣经。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也欢迎你就按照我们 PPT， 我们旁边 PPT 上面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要看的是以西结书37章的第1节到14节啊，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来，上主的大能临到我，他的灵带我到山谷中，那山谷到处是骸骨。他带我走遍山谷，我看见山谷里堆满了极其枯干的骸骨。他对我说：“必朽的人啊，这些骨头能再活过来吗？”我回答：“至高的上主啊，只有你才知道。”他说：“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告诉枯骨要听上主的话，要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对他们说。”我要吹一口气进你们里面，使你们再活过来。我要使你们生筋长肉，包上一层皮。我要吹一口气进你们里面，使你们再活过来。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于是我遵照上主的命令说预言。正说的时候，我听见了瑟瑟的声音，一阵骚动，骸骨彼此连接起来。我看的时候，骸骨开始生筋长肉，包上一层皮，但是躯体没有气息。上主对我说：“必朽的人啊，你要向风说预言，告诉他，至高的上主这样说：从四面八方吹来，吹进这些躯体，使他们活过来。”于是我遵照上主的命令说预言，气进入躯体，躯体就活过来，站立起来。他们的数目多得足够编成军队。上主对我说：“必朽的人啊，以色列人正像这些尸体，他们认为自己非常枯干，没有希望，没有前途。
所以你要向我的子民以色列说预言，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带出来，领你们回到以色列本土。我打开你们的坟墓，领你们出来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我要把我的气息吹进里面，使你们再活过来，让你们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我说了，一定实行。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这是上帝的话语，记载在以西结书的37章第1节到第14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气息。这段过程，我觉得这1个礼拜来，我们的生活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从这个礼拜之后，小孩都不用去学校了，所以如果你是年轻父母的，你一定觉得非常的不习惯。就开始发现，怎么家里头小孩都一直在家里头，然后光要管小孩就觉得非常的累，然后还要抢电脑，因为他们要用线上上课的方法。父母亲突然之间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而我在打电话联络一些长者的时候呢，我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说年长的阿公阿嬷在家里头，然后家里都没有其他人，他们也开始分享着，真的是很无聊好像很无聊，然后不知道到底能够做什么，就只能每天这样子被关在家里头。那台语说得很好玩呢，前面父母亲是怎么样？父母亲叫做无闲老人家呢就无聊。不管是无闲还是无聊，其实这好像就成为我们过去这1个礼拜来各样的生活，在混乱当中，在很多的变化当中。虽然我们知道进入这样一个新的世代，什么东西都在变，但是当真的要有这么大的转变的时候，坦白说，我们都很难预备好，而且看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恐怕有一个坏消息是，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再回去了，我们习惯的生活会受到改变。那好消息到底会是什么？有坏消息就一定会有好消息。好消息会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上帝的应许，从过去直到现在，乃至于未来，从来不会改变。他依旧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牧者。先知以西结，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很多时候旧约的先知书我们不是太熟悉，可是以西结书它刚刚好，以西结也生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他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人民被抓到巴比伦去，以色列人失去了应许之地，失去了圣殿，没有办法敬拜上帝，也好像失去了对上主的盼望一样。而在以西结书当中，上帝在称呼以西结的时候，我们现代中文译本提到他称他，你刚刚应该有注意到，他叫做必朽的人呐。如果你拿和合本，他会告诉你，就是叫他人子。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称呼呢？因为他在提醒着每一个人，对比创造主上帝的伟大威严，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而每一个人都是必朽之人。所以这个必朽之人，以西结领受了上帝的呼召，要去宣讲上主的信息。而作为一个先知，他领受到上帝的信息之后，也是要认真，他开始有一种期待，我是不是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看以西结书，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上主拿了一个书卷给以西结，要他吃下去，然后吃下去之后呢，他就有一种甜如蜜的感觉，好像带着各样的能力，但是下一秒钟，他突然发现他成为了哑巴，他没有办法宣讲，他只能够继续聆听，继续观看上帝到底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一直直到耶路撒冷整个都沦陷，上帝才恢复他说话的能力，要他去向人们宣讲对未来的期盼。而刚刚我们读到的那段圣经节，上帝带着以西结进入到一个山谷当中，上帝走在前面，然后以西结走在上帝的后面，他不知道到底上帝要带他往哪里去，只见他越走越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越走到了一个黑暗，越走到一个好像一点气息都没有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卡通影片，你可能就会觉得它很像就是一个阴森森的黑森林，然后什么气息都没有，走进那个空间就让你觉得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而以西结慢慢走的过程当中，脚好像踢到什么，他这个时才发现，原来他走进这个山谷堆满了什么？堆满了满满的骸骨。这个骸骨没有半点的气息。上主问他一个问题，说：上主对以西结说，必朽的人啊，这些骨头能够再活过来吗？以西结面对到一个挣扎的问题了。他知道啊，上帝如果允许，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如果上帝同意的话，没有事情不会发生的。但是当他一走到这个环境当中，那整个四面八方涌来的绝望感，一点气息都没有的感觉，你要他怎么相信这些骨头真的会活过来呢？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回答了，他说：至高的上主啊，只有你才知道。以西结说的是对的，未来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的。先知所领受的，要向这些骸骨宣讲，更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要向一群毫无生机的骸骨们宣讲信息，坦白说是非常大的挑战。而这样子的环境拿来到我们的身上，好像也有点像吧。我想在这个礼拜当中，大家都一开始在传那个台北市、新北市的照片，我们都会发现什么？以前好像要很多人在逛街的地方，现在都空空的，现在没有半个人在那样的地方。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了，你过了几年之后回头再看这件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太相信那是台北市，每个人都不太相信。明明就是一个理论上是车水马龙，理论上是所有的人都来来去去的地方，竟然会有空无一人的时刻。每一个人都躲在家里头，没有一个人敢外出，不敢跟熟悉的亲人见面，而每一个礼拜堂当然也是空空如也。某种程度，这样子的环境颠覆了很多我们的想象，因为我们习惯的是什么？我们习惯有很多活动，我们习惯要做很多事情，包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习惯追求信仰的方法是，我们要来到礼拜堂当中做礼拜，我们要在这里聆听牧师的信息，接受信仰的教育，以及维系跟团契当中弟兄姐妹的情感。忽然之间，世界整个改变，礼拜堂进入一种好像虚无的状态。不再有歌声，不再有宣讲的声音，不再有人们此起彼落交谈交谊的声音，好像失去了生命一样。我们开始遇到一个问题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究竟要如何去诉说上帝？我们要如何诉说信仰？到底我们所追求的会是什么呢？而在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又会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天也迫切的为着疫情要祷告，而你的祷告又会是什么呢？恐怕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做了一个祷告，说啊，上帝啊，是不是求你赶快用神迹般的方法，让这一切病毒都可以消灭，让这一切都可以结束，让一切都可以回到原本的样貌？恐怕我们会常常为这样子祷告，可是在这样子祷告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我们也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为了经济发展，为了人们的生活，我们无止境的汲取自然的资源，我们常常过度开发，我们常常压榨弱势的人，我们常常侵占了其他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所以某一种程度这样子重新来看，病毒在影响我们，但是恐怕我们才是最大的病毒吧。我们也影响了世界万物，所以走到今天，不管是疫情、缺水、缺电的焦虑，都好像重新给了我们一记当头棒喝，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创造主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什么？必朽的人。
我们都是必朽的人，等候上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在这一个充满恐惧、充满害怕的环境，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就在这一个当下，我们重新去意识到，我们真正是一个必朽的人，我们需要上帝。以西结就站在这个环境当中，他认真的宣讲，而且他开始向着那满山满谷堆满的骸骨开始宣讲了。当他开始宣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他开始宣讲的时候，忽然之间有声音发出来了，开始发出嘣嘣嘣的声音，开始有声音，骨头开始连结了起来。骨头开始连接起来之后，生筋长肉，仍然有皮从上面包起来了，但是这个躯体怎么样？这个躯体没有气息。上主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向风说预言，让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吹进这些躯体当中，使他们活过来。”就当以西结宣讲的时候，生命的气息开始。那风从四面八方吹进了这躯体，开始又有新的声音产生了。不同的声音开始涌了进来，有风声。上主告诉以西结说：“以色列人就好像这些尸体一样，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的枯干，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所以你要向我的子民以色列说预言。”告诉他们，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领出来，领你们回到以色列本土。我要把我的气息吹进你们里面，使你们再活过来，让你们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这风进入了这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躯体之后，他们成为了极大的军队。以西结的宣讲向众人宣告一件事情：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以色列人，纵然在一片死寂，纵然在一片看起来没有生命的地方，上帝的风仍旧会向人吹来，而那股生命的气息将要带领着以色列回到自己的土地当中。我们要再一次欢呼，再一次献上敬拜，使万物复苏，重新活出整个信仰群体的荣光。这会是我们的盼望吗？每一天，我们很多人相信大家都一直在追着防疫中心的记者会，每天2点钟大家很准时，然后我们就又随着这个确诊人数7上8下，随着它的尖高，就好像非常的害怕啊。第一点，我们就开始又开心了起来。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担心着到底现在这个生活从第3级会不会变第4级？会不会管得越来越严？然后很多人失去了行动自由，而各行各业陷入了一种经济的危机当中，无数的家庭也受到了影响。当然，还有教会也一样，我们都受到了非常多的影响。我们非常的担心，到底在这样子失去盼望的时候，在这个面对很多狂风巨浪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上主的话不断会告诉我们：等候上帝的风吹进我们吧。确实，等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而所有的防疫工作，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也都在争取时间，不是吗？我们好消息是，或许疫苗进入台湾的时间，我们好像看得到，所以离那个可以恢复自由的时间，好像不会太遥远。它不会是一个无止境的等待。这就好像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即便离开了自己应许的地方，被掳至巴比伦，但是上帝的应许也确定一件事情：那一日不会太远，那一日不会太远。知道那一天不会太远的时候，你们终究能够抱持着盼望走向未来。而我们的担心、害怕是真实的，可是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气息也是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挑战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等候上帝的灵吹进我们，让我们
胜过眼前的困难，让我们越过现在的困难。而这个礼拜以来，大家通过线上的方式，不管是牧师，不管是老师，我们都通过线上的方法在做教学，在关心别人。而上帝的灵在带领我们什么呢？上帝的灵在带领我们一件事情，虽然看起来我们好像看不到熟悉的，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弟兄姐妹，但是当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能够越过眼前一切的限制。而且越过眼前这个限制是什么？为着未来我们要进入那个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宣讲，我们所做的教学，都在帮助我们要跨越过眼前的困难。而且上帝应许着我们走过眼前的困难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上帝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所以通过我们很多的预备，不管是线上课程的预备，线上礼拜的预备，我们的直播同工很认真，每一个礼拜都来做很多细微的调整，希望让整个呈现能够更加的完美。还有包括昨天，如果你有看第一场礼拜的直播，如果没有看，你可以等一下再回去看。我们教会2位很优秀的音乐家，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动。在这一个充满困难、充满患难的时候，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恩赐，通过音乐来带给人家新的力量。所以昨天信宏老师跟立文老师2个人，他们约好就一起来到教会录影。他们期盼通过管风琴跟大提琴的声音，带我们每一个人勇敢得着那个迈向未来的盼望。所以当他们昨天声音在拉的时候，我在办公室远远的在那边听，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仍旧有新的盼望，上帝的风吹进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使用不同的恩赐，使我们得以跨越过眼前的困难，而看见我们都在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其实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上个礼拜，特别现在在看这场直播的，我们还有很多社青的伙伴们。上礼拜他们在读书会当中彼此祷告，而在彼此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在问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的是上帝的灵进入在你们的心中，让你们去问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而后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到年轻人可以帮忙打电话联络教会当中的老人家问候，然后了解他有没有东西吃，了解他的身心状况。所以我们很快的找了一群志工，有电话关怀的志工，在通过电话的方式，然后教会提供通讯，我们能够关心这一些在家里头的老人家。而慢慢的，我们也生了一个很简单的那个范本出来。其实它非常的简单，你就是打电话了解这些人们他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出门，他们的身心灵状况，然后简单做一个统整，回到牧师这边来，我就知道如何做进一步的协助，或者进一步的为他们祷告。而当我们开始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发现不只是年轻人，包括妇女团契、家庭团契、松鹤团契，大家都一起来了，大家都一起打电话关心我们周遭需要的弟兄姐妹。还不只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弄了一个简单的范本，所以有一些教会的牧者他知道之后，他也跟我们索取。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的简单，但是通过分享，我们可以帮助很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我们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吗？上一个礼拜只是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祷告，他们彼此分享，也预备心要参与第2场礼拜。可是那一个感动，圣灵怎么带领？圣灵带领着这群年轻人的感动，吹进妇女团契、家庭团契、松鹤团契，甚至影响了很多的教会。我们能够共同使用有参考的资料，然后共同来关心更多需要的人。上帝的灵那个风吹起的时候，我们仍旧会得着新的盼望，去跨越过眼前的困难。所以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一份新的信仰洞察力，将未来的憧憬跟此刻的困境能够连在一起，把我们对未来的憧憬重新拉进来，
我们现在是很困难，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未来的憧憬，上帝的灵给予我们信仰的洞察力，让我们把那对未来的憧憬跟现在结连在一起，而这个眼光使我们看透一切的虚假，在每一天能够活出神圣，而在每一天能够用我们不同的恩赐来服侍人，用我们不同的恩赐来带领周遭的弟兄姐妹共同胜过眼前的困难。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所以在圣灵降临节的今天，那如风似火的圣灵把生命气息吹进了我们的心，邀请我们在等候当中警醒，在聆听当中去听见上帝的圣召，预备我们自己要苏醒过来。我们不会再被眼前的框架所束缚，不会再被周遭的杂音所影响，我们将能够胜过眼前的困难，迎向一个崭新的未来，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我们会再一次的宣讲，在那里我们会再一次的歌唱，在那里我们会再一次的团契，在那里我们永远会不断写下新的故事。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胜过眼前的挑战，让我们彼此来建造，成为一个不断诉说新的故事的信仰群体。我们要一起来通过另外一首诗歌作为回应。我要邀请大家来唱这一首《神机会的风》。每个时间，上帝总有他的时，而在这一些每一个不同的时刻当中，上帝的风、生命的气息都在进入你我的心。神照光顾，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命追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更迭。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命追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更迭。
吹起，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求上帝将他的风吹进你我的生命当中，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在任何的地方，圣灵的风要吹进你我的心，感动我们，让我们通过一个简单付出的行动，我们能够带给周遭的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爱我们，即便在这样子的困难当中，主你仍然对我们说话，主你把圣灵的风吹进我们的生命，而那生命的气息推动着我们，让我们勇敢地向前，让我们勇敢地有对未来的期盼，而那个未来的期盼能够帮助我们赢过眼前一切的困难。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也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学习与圣灵同行，让我们在每一天都看见你写下新的故事，每一天你都陪伴我们诉说你自己的作为。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同心在你面前献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样可以用奉献的方式来回应神的恩典。如果你在周间，如果你方便的话，你还是可以把奉献拿到教会来，在干事上班的时候把奉献交给他们，或者是用汇款的方法，或者是你就在家里头放一个铺满，你就每一个礼拜把奉献先收着，等到能够恢复聚会，或者是有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再把奉献拿过来。我们仍然能够不断的在困难当中数算神的恩典，也学习去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那有几项事情，牧师也接续的做一些报告。我们仍旧会使用线上的方法来聚会啊，包括巴克里圣经学堂，我们这几天同工应该就会有我们预备要做线上的圣经学堂，所以也请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注意那个巴克里圣经学堂的连结，或者是教会的粉丝专页，我们都会把线上课程的时间放在那里，所以欢迎大家一样在每个礼拜三晚上的时间，我们有巴克里圣经学堂的时间。好，那接续着原本下个礼拜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只能继续往后延，所以也邀请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玉山神学院，因为他们本来这一个月有奉献主日，现在大概因为所有的教会都没办法聚会，所以他们的所有奉献主日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也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神学院。好，那教会办公室上班的时间，我们目前仍然是正常在运作的，所以时间是早上8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有需要都可以来到教会，然后一样，教会前面有那个10连制的那个 QR code， 所以你一样可以扫那个 QR code， 然后也或者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就会来开门。啊，所以再一次的鼓励大家，虽然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记得自己的防护工作一定要做，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然后呢，看完记者会就可以了。新闻可以不用再多看，因为有时候多看反而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保持我们有喜乐的心，喜乐的心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好，我做以上这样子的报告。我们要一起来唱最后祝福差遣的诗歌。我们要通过圣诗400首，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与差遣。我们来唱《愿主的爱与你同在》。
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的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冲冲，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的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冲冲，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此你们对耶稣基督的信而充满各样的平安与欢喜，并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们大有盼望，在艰难中勇敢回应上主的圣召，在每一天成为他的仆人，在每一天成为众人的祝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做默祷。